宏福苑火災聽證會講到咧，點解會刪咗嗰個消防總電掣？物業管理嘅智邦工程主任林文欣點解會熄咗消防總電掣？佢唔知有呢個工程。咁熄嗰個總電掣嗰個羅國瑞電工，咁你知唔知道你係需要持有呢個消防牌先可以熄呢個電掣？我知，但係我問咗管理處，佢話要整，咁我驚冇一份工，咁我唯有整啦。木工李成富，你知唔知你哋冇牌唔可以熄個掣？我知，我講咗俾羅國瑞知噶啦。但係阿羅國瑞話收到個工作單就要做，咁工作單邊個出嘅呢？管理員黃百成，你知唔知道冇消防牌就唔可以閂消防總電掣？我唔知喎。咁做工程嘅李成富同埋羅國瑞，佢哋冇拒絕喎，冇拒絕我就以為得噶啦。咁點解唔拒絕呢？又問翻羅國瑞呢？我有同文員樂善盈講過噶，但係樂善盈就話你都係要做噶啦，你電工嚟噶嘛。問翻樂善盈啦，冇收過咁樣嘅內容喎。成個聽證會簡直就好似文革審問咁江青咁樣喎。我什麼都不知道，痛失至親嘅災民，佢哋希望知道點解自己會蒙受呢咁嘅災難，而喺個聽證會上邊，所有人都唔知道。而呢個咁荒謬嘅聽證會，竟然發生喺4月1號愚人節。